为何新生尽快实施校园适应性的生活？中华艺术科技大学113年度新生训练特别安排了丰富又多元的活动，除了参访校园各单位，师生互相认识。校外导览，并安排各项健康宣导等等。上特别是孙子幼年的 CPR 甲 AED 急救操作大考验，立下新生分成齐提出学习救人的技能。好啦，同学们一起数啊，从10开始数了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我觉得很棒，可以先演练，如果有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的情境。对。请帮我打119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，就是如果未来遇到什么事情就可以用上。今天跟昨天是我们的新生训练，我们替2000多位的新生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，包括我们的各处室的工作内容介绍，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，比如说我们早上安排了防灾防震的演习。还有晚上安排他们的一个烤肉的一个活动，今年也特别准备了2只大猪，希望我们的新生能够非常开心的在这个中华医大来生活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每年一定安排的 CPR 跟 AED 的演练也是能够陆续的展开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新生2000多位都能认知他自己是医护的学生，所以在急救救人这一块是他的天责，那基本的技术应该都要有。校长孙一鸣表示，华医大多数科系甲医术健康专业人才培育相关，所以新生训练一定会安排 CPR 甲 AED 的大考验。望每一位华医的新生能伫学习过程中，不仅会当学会向正确急救技术，嘛会当体会救人的意义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